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5C班嘅林子培。各位同學，今日我同校長要分享一個好特別嘅故事。呢個故事來自聖經，叫做挪亞方舟。我哋一齊坐好嚟聽下呢個溫暖嘅故事啦。好耐之前，有一個人叫做挪亞，佢係一個非常之善良正直嘅人。上帝好鍾意挪亞，因為佢係一個尊重同埋愛護大自然所有動物嘅人。不過世界上嘅人漸漸忘記咗神嘅教導，經常做壞事，互相傷害。神見到個心好難過，非常傷心。於是上帝同挪亞講：我要用一場大洪水嚟清洗呢啲壞事。我要用大雨嚟清洗呢個世界，但我會保護你同埋你嘅屋企人。你要建一艘好大嘅方舟，將所有嘅動物都帶入去。挪亞雖然有啲害怕，但係佢相信上帝嘅話，佢聽從上帝嘅指示，開始建造一艘大方舟，讓家人同埋各種動物都可以安全咁樣進入呢艘船。係啦，咁建造一艘大方舟會唔會好攰㗎？係啊，挪亞真係好辛苦，但係佢從來冇諗過放棄。當方舟建好之後，挪亞就帶住佢嘅妻子、3個兒子以及每一種嘅動物，一對一對咁樣進入方舟。小朋友，呢一架真係一架超級無敵大嘅木船，可以裝落好多嘅動物。你哋知唔知道方舟裏邊有啲乜嘢動物呢？大象行入去，長頸鹿都行入去，連小綿羊都跟住行入去，仲有小鳥、牛、馬，一對一對咁樣進入方舟。係喎，嗰度有好多唔同嘅動物。哇！咁嗰度會唔會好嘈？係啊，嗰度真係好熱鬧啊，好似一個大動物園咁樣啊！當佢哋進入方舟之後，天就開始落起咗大雨，雨落咗40天40夜，水淹沒咗大地，地面變得似個海洋一樣。方舟裡面嘅人同埋動物都好安全，因為神喺度保護緊佢哋。最後雨停咗啦，水慢慢咁樣退去，挪亞就放出一隻小鴿子。呢隻小鴿子就擔住一片綠葉返嚟，表示外面已經有乾涸嘅土地啦。神喺天空放咗一道美麗嘅彩虹，佢話俾挪亞知，呢個就係我同人立嘅約定。彩虹代表我唔會再用洪水嚟毀滅呢個世界。呢個正係故事嘅意義。當我哋面對困難嘅時候，團結同埋信任彼此係非常重要嘅。最後雨停咗，方舟漂浮喺咁美麗嘅彩虹下。上帝話俾挪亞知，呢個係我哋嘅約定，佢唔會再用洪水嚟毀滅世界。你哋知唔知道彩虹代表乜嘢啊？就係希望咯。彩虹象徵住希望同埋重新開始嘅機會。每次見到彩虹，彩虹提醒我哋神愛我哋，佢希望我哋彼此相愛，做好人。各位同學，你哋鍾意呢個故事嗎？